到冠总偏有讲啊，因为学法做的是卖 N1行政院科委会出的该基础训练的，开始有卖啊，是人到回流，做的是该国家书局啦，行天宫对面这样。哦，来苏伟观音神哦，哈，那人家讲，Energy 伫背农村过年的歌曲嘛，咁有上讲我来下摆下一种专辑啊，我来收录一两首的客家歌曲嘛。係講要機會嘅法啦。我同人團員講，記得唔會講合法。唔夠伊哋啊。唔過記得要看愛拍嘅戲。哦，咁伊哋有本乜嘅建議嘛？他們其實有說，就是其實我們其實客台拍的戲都很有一定的質感，然後也都非常好看，這樣，然後他們其實也都會有興趣，但他們覺得像松拜愛嘅應蠻水沙臉地，不會讀嘅角色啦，其實蠻電影鬧的。就是對，有一點點就是比較接近於反派，所以他們看的時候都會說我是那個痞子這樣，講喺地步讀東雄痞子啊，有錢人的，有錢人的跳架來嘅，對，跳架來嘅。假如上到嚟寫客家歌曲嘛，創作。咩係要機會，做啲詞群啊，可以試看啦，做啲最詞群啊。係啊，我相信唔可以啦，因為唔會彈吉他啊，吉他拿來。沒有，一時嚟聽聽啊。一時嚟嗬。係一時嚟聽聽啊。係啊，咁會當歡喜呢，要唱到蘇偉呢來當我哋節目直播安子些，希望下擺呢來上節目嘅時間呢，我帶人Energy 直播團員同設計。客家創作歌曲來，當然嚟節目直播，一聽，有機會每週咧搶黃玉龍記得愛咪當熟識啊，愛朋友共下來聊。好啊，三下嚟我哋來談到蘇偉另外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寂寞讓你更快樂》，共下來欣賞。寂寞讓你更快樂，貪圖暫時微醺的氣氛，你越迷戀，陷得越深。當你透露一個吻，情願擁抱寂寞的沉淪，只要一起附和。都別問，用微笑配合，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。閉上眼，呼吸那麼忐忑，都不是真的。你不會記得每一個偽裝快樂的眼神，沉默了。當你痛哭失聲，我會打開門。寂寞讓你更快樂，貪圖暫時逃離的氣氛，你越驚喜，陷得越深。寂寞的沉淪，那些陌生的人，誰給你真誠？是過去傷太深，才讓你根本不能相信永恆。
暂时逃离的气氛，音乐惊喜显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不知所措的人，我真的心疼。乱延延去，行到春天不知边来边，绵延绿色悠悠诗，像春变来绵延去，春天延延乱延。